伊完进行加拉太书的部分，行到第5章第13节到26节。对，肉体偏行甲性情的机制。其实加拉太书伊规本册拢在讲一个重点吼，伊在对付迄个律法主义。啥物叫律法主义？就是一寡犹太人基督徒，因强调得遵守律法、遵趁律法，才会当得到上帝欢喜的接纳。毋过保罗的教示是啥物？保罗的教示是讲，爱相信耶稣，你会当得到上帝的接纳。吼，讲有无共款？为旧约开始，犹太人拢相信爱遵趁律法是安怎？因为上帝伊颁布律法，咱若遵趁律法就是义人，这是为旧约以来犹太人的相信吼。安尼有毋对无？各位兄弟，安尼有毋对无啦？弄歪插无？这样有错吗？没有错啊。好，安尼保罗是咧甲咱咧玩啥物货吼？为犹太人的坚持以后，渐渐有一个律法的主义造出来，就是你就是靠行律法得到救的吼，得救的。你是基督徒是靠行律法来得救。毋过保罗伊真正有抓到迄个犹太教吼，真正抓到犹太人信仰的一个精神。保罗讲啥物话？我咧讲毋是啦 ，no no no， 毋是安尼，是因为已经得救，所以去行律法。有无共款无？各位兄弟，这两个讲法有无共款无？律法主义是讲你爱行律法，所以你会当得救。保罗讲毋是，是因为你得救啊，你得到上帝恩典，所以你愿意去遵趁律法，无共款吧？举一个例，你感谢上帝，所以你实行1/10的奉献。甲你有想要实行1/10的奉献，来得到上帝恩典，有无共款无？哈，不一样吧？啊，毋过你表面上，各位兄弟，你表面上拢共款有实行10%奉献，对无？是毋是？还是拢无？哈，行为是共款的，啊，毋过动机无共款。到底你的10%奉献，是你为着要得到上帝恩典，还是你知你得到上帝恩典，所以你奉献1/10？好，这就是保罗其实伫加拉太书，伫甲遮个人评论伊所掠掉的一个伊的想法，甲伊的教示吼。所以保罗强调，得救是上帝恩典，咱拢得救，咱是先接上帝恩典，所以咱爱遵趁、爱顺服律法。搁一摆，若律法主义的人是讲，你着爱遵趁、顺从律法，才会当得救。吼，毋茫咱会掠着这两个无共款的所在，才会当进入咱今日的经文。吼，而且有一个最重要的所在，我想这你若是咧回应上帝恩典来遵趁律法的时阵，咱基督徒若是有即款的认捌，咱是要回应上帝恩典，所以咱即摆咧遵趁律法。你的遵趁律法会有一个特色，你袂干那去做伊律法表面的规定，你要遵趁的是迄个律法背后的精神。吼，这我几礼拜以来一直咧强调一个代志，就是咱基督徒要遵守圣经的教示，毋是在遵守迄个然，知其然迄个然，咱要遵守的是啥物？所以然，就是迄个要遵守是为什么？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吼，若是
你敢若要遵守迄个知其然，一定会行到一个地步，变在压迫别人，在压迫别人。哦，这个已经讲过啊，要搁讲一届。保罗讲，妇利人伫聚会时阵，戴安娜，戴安娜，女人要什么？要蒙头是不？哦，迄个原文的意思是，他们爱拔起来，哦，要蒙头。啊，妇利人伫聚会时阵会当教示袂？能不能教导？我就讲袂使。哦，伊伫哥林多前书的教示是讲袂使，妇利人袂当教示，要一味的沉静，爱点点。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唔通伫聚会时阵问起来，你爱转去安那？回家问谁？转去厝里问恁的先生。这是保罗明明写伫圣经的教示，要遵守无？咱姊妹都讲安那，哈，要遵守无啦？这是保罗明明写伫圣经的教示，要遵守无？哈，哎哟，所以咱的妇人拢安那，点点，唔通讲话，爱安那。爱张他门，啊，若有问题就安那，转去厝里问恁翁，敢真正呢？是这个样子吗？迄个经文的表面是安尼写无毋对，啊，毋过咱要遵守的是我讲过经文背后的精神甲伊的意义。伫保罗迄个时代，会当清楚的是，妇利人有受教育无？有无？是无。其实别当讲妇利人无受教育，是讲妇利人袂使受教育，他们是不可以被教育的。所以伫迄个时代，那照因即款的传统甲文化，妇利人是无迄个能力通教示的。因无法度认捌上帝的话，因无法度甲你讨论上帝的话。安尼的时阵，因敢有适合伫聚会的时阵徛起来教示，适不适合？不适合，所以保罗甲写甲这明，讲你袂使安尼做。保罗毋是咧反对妇利人，保罗毋是咧看轻妇利人。保罗若到今日的古典教会，伊遐多遐个教示会安怎改变？会变成啥物货？会倒一款人来点点？看下这，你若照保罗遐多迄个教示，你要掠伊背后的精神，即马咱过年咱准备做礼拜，保罗会安怎讲？啥物款的人来点点？毋通讲话，有问题转去问恁厝邻的无名人。哦，是的，咱的客人技术，它的应用就对了。无伫读圣经的，无甲上帝话看在眼内，看毋捌上帝话的人，你若是即款人，你伫聚会时阵，你上好安怎？点点啊，毋免遐尼急，就要徛出来教示别人。啊，若有袂晓的，转去会当问会晓的人。所以保罗的重点并毋是伊轻视。伊看袂起妇利人，保罗是要掠一个例，伫迄个时代，妇利人是毋捌字，是无受教育的，所以以他抓这个为例子。咱要遵守保罗的教示，要遵守圣经的教示，咱绝对毋是遵守伊表面所写的迄个意思，咱要遵守是伊背后的精神。所以，共款，你若要遵守如何表面，你一定会变做是咧压迫别人。咱要实践的是律法，伊的精神。安尼话，我就要跳转来，下头我咧讲11个奉献，11奉献。上帝规定爱11奉献，伊背后的精神是啥物货？背后的精神是什么？你奉献迄个1/10是代表什么意思？那个精神是什么？我今日的声较暗对不？没有吗？很正常。好，啊，
嘿，咱今日互试验一支新的麦克风，安尼，一支的，吼。十一奉献的精神是啥物货？感恩吼，迄好得写的。其实吼，我的理解嘛，毋是感恩呢。十一奉献的精神是啥物货？是，我应该定定捌举一个例，吼。教会出纳，出纳是谁？出纳是干什么？管钱的哦，管什么会？付钱的啦，哦，是负责把钱怎么样缴出去的，对不？哈，收也是出纳吗？出纳也收钱，哦，出对吼。出跟纳吼，我咧三八的，对出纳吼，收集吼，把钱付出去的吼。好，即马团德是出纳，譬如讲团德是出纳吼，即马学青团契即届去拉拉山哦，开一寡钱吼，啊有预算，所以即马甲遐收据填咧，要甲出纳千款对不？好，学青你们跟出纳请多少钱？唔通讲，好啦。安尼三班吼，学生摕遐收据，甲迄个出纳，甲团队，来团队，请你互我三班，我收据拢伫遮，拢遮小拢清楚，要甲出纳讨3万，好，即马团队的剩3万块，摕互学青小组，安尼3万摕出来，团队心内会听袂？会听袂啦？袂啦，是安怎袂？迄毋是迄钱啊！伊摕3万出来，佮伊问讲，安尼有够无？无，互你6万好，会不会痛啦？不会痛嘛？啊，你若叫团队家己摕3万出来，会听袂？团队的心拢碎去啊！曲，都碎掉了。我估这个是啥物意思？各位兄弟，当你奉献1/10互上帝的时阵，心会听袂？心会听袂啦？你的心会听袂？没有，真假假？会不会痛啊？你月入10万吼，你要奉献多少？1万给上帝吼，会听袂？会不会痛？会痛的是表示你把10万当作是谁的钱？家己的钱啦。你把10万当作是你家己的钱，当你奉献1万块的时阵，你心会听袂？会听。上帝规定，伊的百姓爱奉献的一个原因甲目的，就是要互你心听，知无？当你心会听的时阵，你就受到一个提醒，你被提醒，你甲上帝互你的10万块当作是啥物？你家己的。当咱人知影咱所有的金钱，毋是咱家己的，其实是上帝的。这个时阵，咱较知影，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一般咱认为讲，我一个月赚10万，1万块奉献给上帝，9万块是啥的？我的，9万块是家己的，毋是上帝要设立奉献这个制度，是要甲你提醒讲，你有收你10万。1万摕出来，9万犹原是啥物人诶？上帝。毋过上帝互你有即个权利，你会当使用，你会当计划，你会当看你安怎安排即个9万块要安怎来使用。所以讲兄弟，当你若奉献的时阵，你的心拢袂听2款情形。第一款情形就是我拄讲的，你的信用足健康。你知影你所有的钱拢是上帝的钱，所以你摕1万出来奉献，你的心会听袂？袂听。第二款的情形是啥物货？你愈有钱，你的1/10就愈大呢，对无？袂听。另外第二个情形就是你奉献伤少啦。你的上帝互你10万，你摕1000块出来奉献，会听袂？就南山的较会听，所以各位兄弟，咱基督徒，你若要遵趁上帝的命令，
奉献1/10的时候，你买当2种情况呢？你清楚知道奉献的意义、目的，甲你拢唔知影奉献意义甲目的，你犹原嘛是安尼咧做。哦，所以咱咧奉献，咱知影是安怎爱奉献，这就是保罗伊咧强调的。你唔是用这个奉献要去甲上帝交换上帝恩典伫你的身上，唔是。你知影，你已经满满有上帝恩典伫你的身上啊！你奉献你的1/10，是一个操练，是一个提醒。你知，你所拥有的一切的金银、一切的资源，拢是上帝予你的。你是一个管理者，你唔是一个拥有者。啊，不只是金钱啊，各位兄弟。咱的迄个奉献的诗歌，第4段、第40、第30，讲啥？我的财情，你想事甘愿献你做器具。这个奉献诗短短的几句，把那些很正确的神学都拢讲出来啊！连咱的财情、咱的性命、咱的时间，拢是上帝所想赐予咱的，予咱来创啥？来运用，不是代表这是咱的。各位兄弟，我们不是拥有者，咱刚才是什么会？管理者。所以咱做一个好的管家，这是介重要的。哦，今日不是要讲奉献，哈，今日是咧讲，咱若要尊叹上帝的话，不是要去尊叹迄个话语表面的意思，是背后的精神。所以即马咱要进，哈，你看讲遐久，要进入今日的经文。这是加拉太书的重点，就是你信耶稣，你活伫圣神内面，你就得到自由。保罗认为讲，这个人在犹太人、基督徒因，这犹太人也是犹太人、基督徒因在遵守旧约的律法，唔是一件无好的代志。啊，毋过当因无明白的时阵，因在遵守这律法，因是受到压制。他们是在一个辖制下面在过生活。受到这律法的控制，因为因无法度明白迄律法背后的精神甲意义，吼，所以因是无法度得到自由的。真正基督徒，伊是信耶稣，伊是活伫圣神内面，所以因会去行出所有律法所规定的事项，啊，毋过是行迄个精神。所以保罗讲，这就是得到自由。啊，毋过加拉太这个信徒因就发现讲，保罗啊，你若讲自由会做危险袂啊？自由是毋是我要做啥就要做啥？我要创啥物货就去创啥物货？安尼自由敢会伤危险去？这是加拉太书因咧评论的一个重点。各位兄弟，咱知吼，咱即摆做有名的讲法吼，什么是自由？我们现在一般在讲自由，自由有一个前提有无？什么是自由？没有人管叫做自由。啊，这样是太自由了。什么？不什么？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是不是？捌听过无啦？这介绍人安尼讲啊，什么叫做自由？就是莫去妨害到别人，迄就是你的自由，是不是？啊，毋过保罗要讲的不只是安尼。保罗直接咱第5章第13节到第20节，伊讲的不只是会去踢害到别人的自由，不只是咧讲这尔，是讲在伫听内面安那。爱彼此服侍三对待，吼，伫咱的14节13节14节，所以讲全律法包含伫一句话，就是听厝边亲像家己。保罗是用听去解说自由，哦，这个保罗真正厉害，因为听是咧表现人的愿意牺牲。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讲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没有麻烦，没有爱。你们的脸看起来是没听过的样子。这个很有名的人讲的呢，一句话叫做“无麻烦都无听”，什么意思？今日礼拜煞，我先煞，顺便我先煞送永恩登去引导。这内面听的身份有关无？哈？
很高哦。我讲顺刷呢，什么叫做顺刷？啊？哦，难怪我讲错了，你听不懂。顺刷，顺刷什么意思？顺便吼、哦，我在讲啥？啊，顺刷什么意思？哦，好啦，我顺便在永恩回家哈，因为我要去遐个附近哈，我顺便在永恩回家。这里面这内面听的新闻有关无啦？有关无？无啦。我若这麻烦，来考一个台湾上永恩回家，吼，啊无甲永恩讨钱哦，这是安尼特别安尼考一个台湾，吼为台北坐位，屏东搁坐转来台北，送伊安尼毋是个念头哈。反正我著坐一辆送永恩转去，安尼内面有听无？有无啦？有听啦，有麻烦无？所以各位兄弟，愈麻烦，啊你愈愿意去做，啊你无要求迄个对等的回馈，就是愈听，安尼知无？所以你没有听过那个“没有麻烦，没有爱”这句话哦？你刚才上讲诶，我讲的啦。啊，你都无听过哦？这个可以把它背起来的，没有麻烦，没有爱呢。好，各位兄弟，你伫迄个水边、伫河边吼，看到一个人落落，迄喊救命，你要较救吼，你会担去袂？会袂啦？安尼有麻烦无？你讲吼，这麻烦，我不爱担，所以互伊安那，互伊啵啵啵安尼去。安尼有听无啦？无。你若要听这个人，你要救这个人，你担去是起码的程度，对无？你有可能为着要救这个人安那死去呢？各位兄弟，安尼有麻烦无？这是保罗伊厉害所在。伊讲，你若要讲自由，伊用听，伊用三听。伊用听厝边亲像家己来解说人的自由，这是一个最厉害的讲法，吼。特别这段经文有一个所在，咱可能会误会的所在，就是讲，保罗讲无将自由当作放纵，这是华语是遐讲，不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咱汉语本是写讲，无得用自由做肉体的机关。我跟你讲吼。台语看有无？台语看有无啦？无得用自由做肉体的机关，机关什么意思？迄机关称的，也是咧讲政府的机关。这个机关什么意思啊？无得用自由做肉体的机关。我跟你讲，这个才是对的翻译吼，不是讲对啦，较直接的翻译吼。对面迄个和本讲，不要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opportunity， 伊讲的是机会。咱台语讲机关，迄是两个无同款的意思。吼，上面和本是用想象，用翻译出它的意思。吼，后面是在讲啥？伊讲无得用自由做肉体的机关，迄个机关的意思就是一个基地啊，发动你肉体的一个基地。我有解释清楚无？无。所以因为这个不好解释，所以他干脆把它翻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讲，你唔通用自由来加做你一个借口，加做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堡垒开始去发动你的肉体的私欲安尼，吼，所以讲机关。这是一个爱解说的所在，另外一个爱解说的所在就是，什么叫做肉体？保罗咧讲的意思，吼，希腊文叫做 sarx， 吼，什么叫做肉体？吼，肉体很容易误会，是因为希腊哲学对肉体的解说是无好的。因认为灵魂，人的性命分做两部分，一个是灵魂，一个就是啥？肉体。灵魂是不灭的，灵魂不灭。是歌颂的，高尚怎么说？歌颂，灵魂是歌颂的，吼，是袂去灭亡的，
是好的，啊，毋过肉体咧，肉体会老，会歹，歹的物件拢是肉体。好，他们二元论，希腊哲学二元论，把这个两个分开。啊，毋过这毋是基督教的看法。吼，基督教咧讲身躯无歹的意思。吼，人是上帝用土粉来创造，啊，分一个气入去，变成做一个生命。好，所以人的肉体跟灵魂都是正面的。吼，啊，毋过保罗咧讲肉体的意思是啥物意思？其实伊的意思介简单，就是伫圣神的管理以外，伊拢称作肉体。这无啥好明白。另外一个讲法，伊保罗意思就是讲，这个世界的价值、甲法律啦，这个世界的法则、甲这个世界的价值，相对于上帝国的价值，好啊，这边保罗拢用肉体这个字来讲吼。啊，若要讲更较简单，就是讲啥物货？上帝无介意的迄个部分，保罗用肉体来表明，安尼有清楚无？好，毋是直接，像即便是今天的经文哦，保罗的举例我也不大满意啦。伊接下来物件拢啥物货？你一看就知影好啊歹，歹。对无？譬如讲，伊讲奸淫、污秽、邪僻、拜偶像、邪术、结冤仇、杀奸、怨愤、受气、结党、分辨、异端、妄道、酒醉、放浪。这你任何人来看，拢认为这是啥物货？歹。啊，若真正要讲肉体，我会阁举啥物咧？认真伫你的事业。安尼好啊歹，趁大钱，安尼好啊歹，拍拼加班，好啊歹，好啊歹啦，无好哦，有互你钱，阁无好，认真上班，阁无好，加班无好，认真上班就好。各位兄弟，下大遐嘛受肉体呢，嘛属伫肉体呢。什么意思？平平认真上班，你有可能你是真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做的代志，是毋是？啊，毋过平平认真上班，你的价值是用世界的角度来甲实现的来行做，你就会属伫什么货？肉体的，有没有听懂？各位兄弟，有没有听懂？好，就是讲保罗他的比喻这些太不清楚了。这是互你看，就是知影是歹的代志。毋过属伫肉体，嘛有咱一般看起来是好的代志。比如讲认真读圣经，敢有可能属伫肉体？有没有可能？我认真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用这的财帛来攻击小长老。安尼是属肉体啊，是属上帝欢喜的？属肉体，所以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的。各位兄弟，咱唔通迷惑伫迄个表面上的作为。啊，毋过保罗伊今日是要做一个对照吼，伊用这一大写的，拢知影是歹的。伊讲这是属肉体，这上帝无欢喜的。啊，若甲遮的要做一个对照，伊讲伊用圣神所给的规矩。来做一个解说，伊讲圣神所给的计若亲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善良、信实、温柔、尊责，尊责。伊讲这个就是啥物货？圣神所给的计计。才有一个所在嘛，爱说明的，就是有当时咱会去误会保罗的意思。就是讲圣神会结出什么9种的结子，9种的果子，不是，这不是保罗原文写的意思。在希腊文，保罗用的那个果子是单数，一个果子不是9个果子，是1个果子。
保罗要讲的意思是讲，你的性命若有圣神结出来的果子，你就会表现出什么？这些特质。哦，不是讲哇，即马圣神互我有一个忍耐的果子，所以啊，果子，所以我的性命的特质就是足够安那，足够忍耐，凊彩互恁。忍辱，我拢足够忍耐。不是，保罗不是讲这个意思。你看到，你会看到这款的方法叫做平衡。平衡就是讲，基督徒你若有圣神的果子伫你的性命内面，果子的时阵，是你是